金门海峡饲蚵仔业者违法扩大养殖范围，佮请中国人中国渔船走过界来盗收蚵仔，恐惊会变做国安的空窗。以色列参伊朗继续活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要召开国安会议，讨论敢要协助以色列，而且佮呼吁伊朗爱无条件投降。美国大明星汤姆克鲁斯要受到奥斯卡金像奖世界提名，这届摕到终身成就奖，肯定伊对电影的贡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做伙来关心着以色列参伊朗的冲突。伊朗是发射法塔这款极音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的空军基地。以色列嘛有宣布讲，伊有成功炸掉伊朗的浓缩铀设备。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是要伫咧17日来召开国安会议，讨论敢要协助以色列，而且伊也铺文呛讲，瞄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来攻击，这是真简单的代志。所以呼吁伊朗得爱无条件投降。而且专家也表示讲，美国有调拨客车会当来绑掉伊朗的核子设施，到底是要透过外交，也是军事手段来解决冲突？未来这几天就是关键。美国总统川普17日下昼伫白宫战争室召开达到80分钟的公开会议，讨论敢是要协助以色列攻击，同时也甲以色列总理纳塔扬胡通话，伫为加拿大七大工业国峰会提前回国的空军1号上，川普对伊朗下令袂当有核武的红线。川普17日也连续伫社交媒体发文，讲已经完全掌控伊朗领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是真简单解决的目标，也毋过暂时未进行刺杀，也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哈米尼也发文强调，战役已经开始，更加限制伊朗官员使用行动通信设备。美国国务院17日对美国公民发布旅游警示，无建议去伊朗、以色列加伊拉克。美国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使馆17起关3天。当地加拿大出席7国领袖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17强调，想要改变伊朗政权局势会陷入混乱，也呼吁川普三思。Je ne l'ai jamais vu se joindre à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Donc je pense en effet qu'il essaie de mettre la pression dans cette situation. 伊朗18日对以色列发射叫做法塔的极音速飞弹，讲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击掉以军的空军基地。以色列是讲击掉位伫伊朗首都德黑兰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设备。专家指出，川普政府目前有2种选择，一种是答应以色列要求用调拨客车炸弹攻击伊朗位伫福尔多的地下核子设施，技术是透过外交来解决。And this would involve ending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Iran agreeing to not controlling any uranium enrichment capability, and then in retur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ift economic sanctions. 美国白宫当咧讨论由中东特使皮科夫甲伊朗外长伫这礼拜会面，协商设计核协议甲以色列伊朗的停火。会议成果有了会将做川普决定伊朗命运的关键指标。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向中东区征兵，多辆航母打击群也侦拍战斗机甲空中加油机前往欧洲基地。经过民调机构又个袂重新调查，有6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设置这场冲突，只有16%支持。国际关球机会介绍，17起是当10%，创5个月的新高，每趟来到74.84美金。公司新闻警员김编译。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咧阿拉斯加进行联合军演，除了邀请到日本、韩国、甲菲律宾等等这个国家，官方也头一摆公开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这个消息。这就表示讲，咱参与美国演习的代志，这回是真罕见来公开，就是要来展现台美的军事交流变个较密切。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举行红旗阿拉斯加联合军演，邀请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多国空军参加。然后官方公布相片内底头一摆显示台湾也有参加。各国军方高层伫美军战机头前，大家斗阵翕相。其中画面上倒边无穿军服的，就是代表咱国出席的空军司令部飞训部指挥官吴家兴。美军官方网站说明，伊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根据了解，吴家兴小将不担任驻美军事团的武官，也伫美国接受 F-16飞行训练，甲美方的互动良好。原来即摆咱国参演美方的演习真罕的公开，学者认为讲，凸显台美军事交流更加紧密。
其实我们过去这种演习多多少少都会参加，那可能只是因为双方基于默契等等原则都没有公开。那现在美方罕见的就是公开默契，达到某一个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可能美方他有刻意有一些政治用意，表示说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逐渐的紧密。国防部长顾立勇17会见率团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也表达希望台美继续深化交流，共同创造区域和平稳定。不过，同时自含美军向伫官方的社群平台公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提升辖区内所有设施的安全警戒层级。这动作引发印太地区局势相关的猜测。不过，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明，就印太区域无具体威胁的情报资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整体安全规范、提悬警戒状态来确保安全。I think we should expect that the opening salvo in any conflict with a peer adversary, it's going to be aimed at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installations here in the homeland will not be exempt from such attacks. In fact, the first shots are already being fired in the form of cyber attacks, UAS incursions. 美军陆战队负责军事设施甲后勤的副司令斯卡伦卡伫联邦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美中对抗之下，印太区域依然是重点的战区。不过，武器交战区毋那只是伫第一岛链，也中国的第一击会锁定基础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咱金门海域长期以来拢有饲蚵仔的业者违法扩大养殖范围，搁请附近厦门的中国人、中国渔船走过界来盗收蚵仔，恐惊会变做国安的空拍。咱的海巡是拼势咧掠过界中国渔船，因为金门县府嘛要继续甲中国来协调，要斗挺拄只的非法蚵平。来挥舞杆子。中国渔港提得高做了海巡人员执法，对着渔民拒绝检查，海巡人员强势定存。金门海巡队伫2月14查到金门的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挖界饲蚵仔。金门县政府过去敢若核准4公顷养殖区。挖金门厦门金限制水河线，离对岸厦门大约1.73海里，无寻到养殖业者用合法暗号非法，随年来扩大养殖范围，造成蚵仔平面积是愈来愈大，均达到72.38公顷，真最违建的金珠海。业者找中国渔船挖界协助采蚵仔，行伫国安无清楚的地带，挖界烦恼论做国安的空旁缺失。金马棚分署已经查获金门养殖业者非法雇用中国人士从事养科作业，总计8船18人，其中6船14人已经经司法机关判决有期徒刑或罚金在案。虽然国安危机影响不至于那么大，但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两边的执法单位都应该依法来执法。金马批分署讲，总计查到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来饲蚵仔，这案件总计8船18人，没收5只中国籍的采蚵仔船，也搁有蚵仔13914公斤，蚵仔仔2万条。因为海委会去年11月启动跨部会协商，要解决违法蚵仔平问题。不过问题是金门县政府无讲的考虑。现在有请海巡单位加强查缉让他们现在也严防大陆渔船在进入我们槟榔与水域这一带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养殖作业。行政院已经开过2次会了，那目前是由金门县政府跟渔业署来做整个后续的处理。金门县政府讲，正继续甲中国协调听度的作业。海巡是强调，会加强海协巡逻查处，严格禁止中国人士挖界来采蚵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市长颜顺祖伊的细汉后生颜大军，表出对外评讲，颜顺祖是因老爸总统大清德是因客爸，世界咧甲人借钱借上亿，结果煞走无去。颜大军在伊出现伫咧高雄小港机场要出境，去互炸落来，昨伫咧台南安平去互抓到，伊则违反银行法，搁有早起罪嫌来上班。机场柜台前，这个查甫人准备要离境，互移民署查落来，伊是前台南市副市长颜顺祖的细汉后生颜大军，因为涉及假投资案，互检方列为监管对象，限制出海出境。因为迄当时无区票，互伊离开。了后，颜大军的行踪成谜。17半暝啊，伊经过安平区某汽车旅馆附近，互警方逮捕。也毋过，伊拒绝夜间精神，一直到18才制作笔录。没有什么话要当被害人说的。颜大军甲父亲捌同齐出现伫广告看板，头含写台南市政顾问，大力宣传家己的公司，凭着父亲正常关系良好，也对外讲总统热情就是伊的客爸，涉嫌去收资金1、2亿，至少5个受害者提告。我们下一步当然是要跟他，就是我们只是想要把钱拿回来，对啊，我们也只是想要这样。正2代吸金等案，本大队于今年
5月份已掌握此情资，并主动会诊各分局报案资料，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当地总统府澄清，总统无受任何客件。颜顺祖最近较无出现症状，伫地方诊所看诊，无愿意对后生涉案出面接受访问。最近，伊透过手机简讯表达家己的心情真艰苦也真忝，希望细汉后生面对司法也面对这款人。颜大军因为违反银行法甲刑法早期罪，奉移送台南地检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电古迹树林珠涵宫伫咧2013年时阵，去有一个西班牙一个查甫人将门顶的彩绘锯掉，法院是判伊爱罚15000块。不过因为这彩绘是已经过身的艺术单玉凤画，修复起来恐惊是要开上千万。庙方嘛打算要对这个查甫人来提起民事诉讼讨赔偿。庙门的门神画像明显落差，并不是细怪分子，而是2003年8月去互人破坏。半暝啊，徛伫庙门前，用食饭、金蕉油来回路。西班牙籍查甫人当初这项举动，互彩绘图钉落差，互提告毁损甲文字法，也毋过指控起诉毁损罪嫌。今晚法院判罚15000块，双方无上诉，专案定案。是我们是很痛的，真的很痛。判下来就这样子哦，没有办法，没办法修复，因为之前的用漆跟现在用漆是不一样的。红破坏的宫庙就是台北的树林珠涵宫，清代创建到今，作为当地重要信仰，毋但并列树林三大古庙，也列作地下市定古迹。尤其庙门画作是已经过身的名师陈玉凤，伫民国49年为门神。庙方讲古迹已经互毁损，将来要搁重做，如果爱开9000万，会替民事讨赔。到时候我们会做新的门，然后把旧的门到后面展示出来，当做文物。本府文化局为非公诉事件之当事人，依法不具提出再议或上诉之权利。古迹互珍贵损坏过去是常听到，包括台北的圆山追行社、麦风扑擦，宜兰的金岛碧螺社，这条也互恶意插销。台南的固定古迹、树殿武庙也互雕工画图，嫌犯已经互以文字法一审判6个月，也毋过2个手掌印大细，修复都要开10万。行为人是一个游民，所以在市殿武庙方面是没有就民事上针对这方面来求偿，人工跟药剂的一些费用应该在10万左右吧。古迹上会当反映迄当时的信仰甲风俗，真有时代意义甲文化内涵。一旦毁损，真侪工艺甲历史价值拢会无法度复原，真歹恢复原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咧高雄阿莲有一台军用卡车去弄到一台奥多拜，一对83岁老翁婆，一个死亡，一个受伤。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这赛车的30岁官兵是涉嫌过失致死，已经移送检方侦办。17透早6点半，这台军用卡车驶伫阿莲的连山2路，来到路口准备要正过的时阵，因为无让直行的奥多拜先过，军用卡车甲奥多拜相撞，致使骑奥多拜这对83岁老翁仔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受伤的是细单的查甫人，目前无生命危险。当地民众讲，这条路平时的车流量真济，附近阁有砖头，出入的人车未少。虽然路口无大，不过伊认为设计无问题。应该无啥问题啊。我细汉伫遮啊，所以拢同款啊。我若出代志，应该无小心的啊。应该是无小心的啦。下来之后，我老公说：“好像很多警察在下面，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啊。”警察说：“你不能看啊，因为就是很多血啊，就这样而已啊。”对。这边会很常出车祸吗？还好呢。警方表示，赛车是30岁姓林的中士，甲骑奥多拜姓陈的查甫人拢无食酒，因为风采姓黄的查甫人当场死亡。目前姓林的士官因为涉嫌过失致死，已经向移送桥头地检署继续侦办。初步研判是林男驾驶军用大卡车右转时未礼让直行机车，致发生事故。详细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后续分析厘清。阿莲事故已经是4天内第2件军用卡车意外，就是伫屏东有一台陆军的卡车甲奥多拜对撞，造成骑车的查甫人死亡。这摆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军用卡车出代志，到底是军用卡车辅助行车安全的设备需要加强，也是士兵需要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空军司令部表示，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持续加强官兵的赛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观念。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
美国电影大明星汤姆克鲁斯今年已经62岁啊，包括《无可能的任务》系列的电影，拢是伊真出名的作品。汤姆克鲁斯嘛要受到奥斯卡金像奖世界提名，即阵是真正着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肯定伊对电影甲特技的贡献。咱拢知影，汤姆克鲁斯真侪动作电影拢是伊亲身落去电特技，甚至阁创下连续派导火6卡算跳16杆的金氏世界纪录。 62岁，汤姆克鲁斯拍高难度动作的场面，到当游玩家己来，敬业精神甲专业技巧会当甲特技演员的比例，来拍无可能的任务最终清算。这个场面，因为2000多公尺高空的直升机派导火降落伞跳落去，连续拍16摆，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形容伊的演出已经超过演员，是真正的动作英雄。 汤姆克鲁斯伫1981年演出第一部商业片，做电影44年以来，拍过至少6部票房拍破1万美金的影片，104摆入围金像奖，包括《秋季4号诞生》、甲《飞过情海》最佳男演员、少年角落男配角奖。2023年，伊制作主演的《捍卫战士独行侠》入围最佳影片，只是将机会拢甲小金人小闪身。 影艺学院17宣布11月会颁发荣誉奖，也就是终身成就奖，予汤姆克鲁斯表扬伊伫电影制作、共演体验甲特技表演的杰出贡献。这将是汤姆克鲁斯第一座的小金人。同齐获奖的，也有兼演员甲歌手的75岁编舞家戴比·艾伦。 参加几啊位大导演合作过的制作设计师温恩·塔马斯，伊的作品有史派克里的《为所应为》，甲蓝霍华的《美丽境界》。乡村音乐歌手陶利巴顿，因为多年来继续从事教育推广甲灾难援助的慈善活动，赢得曾赫斯霍特领导精神奖的英国小金人。影艺学院的终身成就奖会伫11月举行颁奖典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伫咧澳洲有人发明透过雌影予青少年来改善心理健康的治疗方法。研究发现到，伫咧短短6礼拜的时间内底，即寡算雌影的青少年糟心抑郁的情形，拢有得到改善。 天才拄光，蒙塔纳就和爸爸对面床爬起来准备，伊等下要坐2点钟的火车去海边仔来出影。这伫咧2当前完全是无法度想到的代志。伊着一种罕病，先天性低激素质异常的死刑，人叫做是零皮病，慢性的疼痛加上同学甲欺负，要互伊规个人是真郁卒。逐工干那对面床顶爬起来就真困难。高年的时阵，册嘛无爱读啊，拢伫厝。毋过自从用雌影的疗法，伊开始感觉家己慢慢甲自信找倒来啊，嘛勇敢面对困难。 Waves are good. If the waves are bad, I still have to surf them and just try my best and see what I can do. 平均17个澳洲的青少年都有一个有心理健康的问题。有人注意到人伫咧水内在做活动的时阵，会小可入去到冥想的状态，就发明雌影的疗法，希望减少青少年的压力。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学员会落去练雌影，而且用心来感受海边的环境。 澳洲有一份研究是观察36个青少年参加雌影疗法的变化，结果指出讲，在短短6礼拜内，疗法就大幅改善因抑郁、糟心和过动症等问题。研究人员讲，这是因为雌影唔会当学新技能，佫会当活动身体和朋友社交，刺激脑放出多巴胺。They need to be present, so there's that act of mindfulness and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传统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拢伫室内进行，雌影疗法是照大自然治疗的能力。 结合运动教育和自然环境，或者在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少年人，佫会当加另外一个选择。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